前要来讲食美食、学历史。台南市的永康国小伫开学即天，甲台南的小食面融入去学校的营养午餐，有沙目鱼汤、虾卷、打面等等，要互学生来了解到台南传统小食的历史文化。 为了迎接台南400年，永康国小伫咧开学节，互囡仔食中昼顿的料理，会当食到台南点心。餐点内底有沙目鱼汤、虾卷、打面，佮有在地出产的特选，互全校的老师囡仔乃当食健康，乃当食到台南在地历史人文。让小朋友来迎接我们整个新的一个年度的开始，所以会有所谓的蛋仔面的部分，我们台南传统小吃的蛋仔面。台南的小吃非常有名。 所以想说，就是把小吃融入我们的午餐。这间学校营养老师讲，打面是上有历史文化，代表台南府城点心。永康国小校长洪国典就讲，食到在地当地时料理，佮当进一步熟悉台南点心的历史文化。而且伫咧开学节，分享予每一个学生一个碰考，代表新学年开始，大家当平安健康。 Hello， 我是冯维之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